第三段，情緒流動。揾一個安靜嘅空間，合埋眼，問問自己，我依家嘅感覺係乜嘢？可能係疲憊、焦慮或者平靜。試下喺身體入面揾下呢一份情緒喺邊度？係繃緊嘅肩膀，定係悶悶嘅心口啊？對住呢份情緒講：我喺度啊，我睇到你啦。想象情緒就好似河流入面嘅落葉，隨水流動。你唔需要跳落去捉住佢，你只係需要靜靜觀察，允許情緒存在，允許有時離開。你可以用呼吸為呢份情緒創造空間。吸氣，感覺空間擴大；呼氣，讓繃緊嘅感覺隨之釋放。情緒會嚟，亦會走，而你依然係你。